为着要让民众更加了解到大自然当中的鸟仔类，台中相关的单位联合来举办着闽禽生活主题的展览会。 大年龄的高面乡边啊，有伊的鸟仔秀，林业和自然保育署台中分署和台湾野鸟协会单位，伫咧当时林业文化园区修理工厂举办闽禽生活主题展览。对猛禽的感觉就是，它是在高空翱翔，是一个黑影。但是呢，透过这一次的猛禽展，我们可以很近距离的看到，原来猛禽这么样的威武。有展览亲像乌石目叶面对的困境和挑战，民众是如何保育，和透过生态友善的方式来达到共存共好。民间跟政府努力的这些方向譬如说这个雾峰的黑翅鸢它做栖架，它就可以跟农民合作防止所谓的鸟类的鼠类的危害。台湾即摆记录有150种的闽禽，和民众当挖近距离好好观察因的特点和外貌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